大家好，歡迎收睇國色相通互聯互通嘅機制咧，其實不知不覺已經超過10年㗎啦。咁不過除咗話係一啲官方嘅互聯互通，令到兩地嘅金融市場可以有一個嘅交流以外咧，其實仲有好多嘅企業都有自己嘅活動咧，就係令到兩地市場有交流嘅。今日一齊咧就同兩位嘉賓一齊傾下啦。有我哋嘅嘉賓主持 Stella 李慧芬 ，Hello Stella，亦都有咧就係喺金融市場咧非常之熟悉同埋有好多經驗嘅陳生嘅。阿 Tom 歡迎你。嗱咁如果講到話係互聯互通咁，我哋一陣間都可以回顧啦。過去嗰10年咧，其實都有好多嘅里程碑。不過除咗互聯互通令到兩地嘅股市啊或者債券呢一啲產品嘅互換之外，其實就係連人咧，我哋人才方面都要有一啲嘅交流互換嘅喎。我知道你個金融集團咧，其實就曾經做咗好多嘅活動啊，都係咧就係兩地無論係學生啦，即係內地嘅學生定香港嘅學生，都有機會接觸咧，就係個金融市場嘅喎。當時點解會有呢啲計劃咧？其實當時咧，主要係針對翻內地嘅學生嘅。咁我哋嗰陣時咧有一個叫做金融領袖嘅呢個訓練計劃。咁嗰個計劃其實咧就我哋當其時咧係主要咧係呢個面向內地，咁同埋咧就係針對一啲咧內地嘅呢個大學。咁而係主要嚟講就係呢啲大學裡面嘅一啲嘅，譬如修讀呢一個嘅金融啊、會計啊、或者商業啊嘅學生嘅。咁呢啲大學生嚟講，通常都係第一年、第二年嘅學生。咁我哋呢個計劃當其時嚟講就係咧係大概每3個月度我哋會搞一次，每一次大概即係20-30人咁。咁好啦，咁嗰陣時嚟講咧就話咧係呢啲學生報咗名嚟參加我哋呢個計劃嘅時候咧，咁其實我哋就提供一個咧大概係3日2夜嘅活動啦。咁裏面呢個嘅行程咧，其實有少少似咧就話後來嘅所謂遊學團啊或者研學團咁樣。咁喺呢一個嘅3日2夜嘅行程裏面咧，咁其實我哋就安排佢有機會咧就去，譬如參觀呢個港交所啦，誒參觀呢一個金融賣場啦，即係而家叫做黃金交易所。咁另外咧，亦都係即係俾個機會佢哋咧，譬如話喺我哋集團下邊嘅，譬如股票部或者喺我哋嘅貴金屬交易部咁樣。好啦，咁然後咧喺呢啲嘅部門嗰度咧，俾佢哋有一個嘅1日或者呢個日半嘅機會。咁俾佢哋咧係可以咧喺實地咧睇到就原來一間股票行咧，佢哋嗰個日常嗰個運作係點樣咧？譬如話係落單係點樣啊？譬如做交收係點樣啊？等等。咁好啦，咁呢個譬如另外貴金屬嗰邊又係啦，即係個交易嘅流程係點樣啊？呢個報價係點樣啊？個交易系統係點樣？好啦，咁俾到佢哋咧有一個嘅概念咧，知道就原來喺香港一個嘅證券行或者一個嘅金屬交易中心，佢哋嘅本身嚟講咧，其實佢哋日常運作係點樣？咁我哋另外亦都會有一個環節咧，就會同佢咧即係類似有一個我哋所謂嘅 mentorship 嘅一個咁樣嘅活動啊，就俾到佢哋咧就話有個機會就係第一俾佢哋發言咧，就係話其實佢嚟咗香港幾日，好啦，佢大概了解咗香港嗰個嘅一個金融服務行業嗰個嘅一個概括嘅概念之後咧，佢哋有咩嘅睇法啦？同埋其實喺佢哋將來未來嚟講咧，喺佢哋嗰個事業嘅發展，其實佢哋諗住點行法咧咁樣。咁我哋咧亦都係即係用一個香港金融業，或者我自己亦都係法律界，咁我哋拼埋一齊，法律同埋呢一個金融業點樣去即係去睇翻就係如果一個內地嘅呢個同學，佢如果想喺假設下佢係想喺香港發展，咁好啦，咁呢條路點樣行法咧？佢自己又諗住點樣咧？又或者如果佢其實暫時冇咁嘅計劃嚟香港呢個讀書又好，移民又好，咁喺內地佢又諗住點樣行法咧咁啊？咁我哋其實咧就透過呢一個嘅項目咧，呢個嘅活動咧就係俾到佢哋咧係一個兩地嘅交流、兩地嘅文化碰撞嘅一個機會咯。我見到咧好多內地嘅即係朋友啦，好多時即係佢哋啱畢業嘅時候咧，佢哋真係會係好想嚟香港咧，即係做金融呢一個嘅範疇。咁亦都見到好多嘅一啲嘅銀行啦，都會係好願意咧，就係請內地嘅學生咧嚟去做。咁而家好多時都會見到咧，就話係喺銀行界別嘅話咧，或者係金融界別嘅話咧，其實即係最少都有1/3咧，都係內地嘅朋友嚟咗香港去做金
金融啊。我相信呢一個趨勢係咪其實嚟緊會越嚟越犀利嘅？又或者就係內地佢哋啲學生會覺得，總之如果我想做金融呢一個行業，我就一定要嚟香港㗎啦。會唔會有呢種諗法咧？佢哋或者我用另一個角度咁講咧，就首先第一樣嘢就係咧，香港畢竟咧佢係一個主要嘅國際金融中心。咁而香港嘅譬如個法規，佢用翻呢一個嘅普通法啦。佢嘅語言英文對佢嚟講係即係好多嘅香港嘅學生咧，其實由細到大佢都係接受呢個英語教育嘅。咁好啦，咁所以無論喺睇啊、寫啊、聽啊、讀啊，咁呢個都冇問題。咁好啦，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就話咧，喺佢哋成個思想領域咧，佢哋嗰個國際嗰個視野咧，因為都畢竟嚟講，即係由細到大佢哋都係同外界嗰個國際嗰個接觸咧個機會比較多。咁我諗，所以喺咁嘅情況嘅時候咧，如果譬如話如果尤其是嚇，如果係內地一個企業，佢想去喺香港去做融資，包括咗上市啊、發債，或者喺海外譬如美國啊、新加坡上市啊等等咁嘅時候咧，咁香港其實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平台，俾到佢哋咧有個機會咧就係去接觸呢啲外界嘅嘢。咁好啦，咁同埋仲有就係將來如果佢譬如做嘢嘅時候咧，甚至乎你話喂可以喺個行業裏面咧，因為既然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咁如果你話可以喺呢啲相關嘅業務嘅公司嗰度咧去做有機會做嘢嘅時候咧，咁亦都希望佢哋當然自己覺得就係係咪可以喺呢方面發展咯。咁所以呢個係個一個角度啦。但係另一個角度咧就係調翻轉頭啦，我哋都睇到一個好龐大嘅內地嗰個市場嗰個商機。就係頭先所講啦，就係話咧，其實我哋睇到就係有好多咧，我哋見到就係好多內地嘅企業。嗱，譬如好簡單一樣嘢啫，就以而家全香港有2000幾隻嘅上市公司，即係所謂2000幾隻嘅上市股票啦。咁呢2000幾間嘅上市公司，2000幾隻嘅股票啦，其實裡面嚟講咧，有80%都係內地企業嚟嘅。好啦，咁如果你譬如話喺咁樣嘅數據嚟講，你睇到一樣嘢就係，其實我哋會睇到從金融或者法律嗰個角度嚟講就係，哇，原來個市場咧喺內地嚟講咧，其實有好多各行各業嘅企業，佢哋本身嚟講係其實係可以嚟香港上市，或者透過香港咧係向香港或者係所謂海外嘅投資者，或者直接去海外嗰邊係去吸取呢一個嘅投資嘅。咁好啦，咁係咁嘅情況嘅時候，其實咧就係話，我哋都睇到好咁嘅商機，所以我哋都會好希望咧就係招攬多啲內地嘅相關嘅同學。因為咧佢哋喺佢哋內地嚟講，就係佢哋有佢哋嘅人物啊，有佢哋嗰個關係啊，同埋佢哋嗰個文化嗰個睇法咧，其實佢會更加落地、更加貼地嘅。咁所以如果我哋見到嗰個市場咁大嘅時候咧，其實調翻轉頭，我哋都希望請佢哋多啲人過嚟幫我手，變咗我哋透過佢同內地嘅客戶溝通咧，都會比較容易。包括咗譬如語言啦，咁你普通話嚟講，即係雖然大家同根同源，但係其實諗嘢嗰個文化嗰個都始終有一定嘅差異喺度。咁所以咧，如果譬如有內地嘅呢個人士係作為我哋嘅僱員嘅時候咧，咁其實呢方面嚟講，亦都幫到我哋香港嘅企業點樣係可以去入到內地嘅市場。阿 Tom，你講到差異嘅話咧，又想了解一下，其實兩地嘅金融，首先喺個監管嘅一個框架上，會唔會真係存在一啲核心嘅差異？其實呢一個係可能係而家仲係個分別都幾大下㗎。嗱，咁其實咧就有一個譬如咁講，首先第一樣嘢就係咧，譬如話香港而家個監管機構啦，我哋咁樣睇啦，係有幾個就譬如第一佢拆開去嘅，譬如金管局就管呢個銀行為主啦。咁啊，當然最近最新鮮滾熱辣嘅，譬如香港發行穩定幣啦，咁啊穩定幣嘅發行亦都係由金管局嗰邊咧係要負責監管啦。咁跟住咧就係另外一個嘅監管架構或者機構咧就係證監會啦。咁證監會本身嚟講咧，主要係監管所有嘅根據翻呢個證券及期貨條例裡面個框架之下需要領牌嘅金融機構，包括咗證券行啦、期貨公司啦、資產管理公司啦、呢個保薦人，即係財務顧問，仲有係保監啦，就係監管翻呢個保險公司嗰方面。咁好啦，佢哋其實本身嚟講，佢哋都有個責任咧，係平衡翻發展同埋風險嘅監管嘅。好啦，咁嗱，內地嗰個架構咧就係咧，而家佢統一咗啦，最近呢2年，大概2年前，咁佢就而家係有一個類似佢哋叫做金融管理局。咁好啦，咁佢呢個金融管理局咧，其實佢就係反而佢係總領咗頭先講嗰3個香港，譬如話呢個銀監嘅角色啊、證監嘅角色啊、保監嘅角色啊咁樣。咁好啦，
咁喺呢一個嘅框架裏面咧，其實佢哋係會比較上咧係重視多啲喺嗰個嘅風險，佢係前置式，即係咧係呢個唔希望等到有事情發生先再做。咁所以咧佢比較係更加風險為本嘅。咁所以你可以咁樣睇，兩個會有呢方面嘅唔同，即係嗰個框架上面同埋嗰個嘅原則性會有咁嘅唔同。嗱，監管機構咧都會即係大家都會有分別啦，即係香港同埋內地啦。咁而股票市場咧，亦都會就香港有呢一個嘅即係港交所啦。咁而內地又有譬如我哋有上證啊，又有係深圳啊嗰邊。咁其實喺整體嚟講，呢三個市場咧，其實我哋會點樣去分工法咧？其實係嗱，其實我哋咁樣睇，如果你譬如話講翻咧係成交額嚇，咁講真，香港嘅股票交易，即係證券交易啦，嗰個成交額係絕對唔能夠去媲美，譬如上海呢個上交所或者深交所佢哋嗰個嘅交易啦。因為始終嚟講就係內地嗰個量的而且確係大好多。咁但係有一樣嘢咧就係咧，香港咧其實咧就佢有一個特色係可以咧係去補足到係即係內地一個嘅板塊，就係話咧我哋面向國外、面向海外嘅時候咧，咁好啦，咁喺嗰個面對國際投資者嘅時候咧，咁香港呢個平台咧就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嘅平台或者一個橋梁，就俾到咧海外嘅投資者係可以咧透過香港嗰邊咧，就譬如頭先所提到嘅，就話咧過去嗰而家係行咗11年啦，咁呢11年咧，即係呢個所謂互聯互通呢個好好嘅機制咧，咁啊有呢個港股通啊。跟住有呢個理財通啊，有債券通啊等等，有跨境理財通等等。嗱好啦，咁呢啲所有主要係針對翻唔同嘅金融產品嘅互聯互通咧。咁其實喺呢一個框架之下咧，咁其實就係內地嘅投資者可以透過呢一個嘅渠道，可以去買香港嘅股票。好啦，咁而跟住咧，香港嘅投資者乃至於咧海外嘅投資者就可以透過呢個渠道咧去買翻國內 A 股嘅股票。咁好啦，咁呢個嘅橋梁咧，其實嚟講就係話一個好好嘅開始，可以幫手咧就係打通到咧內地同海外嗰個連接。轉頭翻嚟咧，要繼續同 Stella 同阿 Tom 一齊傾下啦。咁嚟緊啊，就係講到一個金融中心嘅定位啊。無論講緊係上海定抑或香港，咁其實點樣各自發揮到優勢，從而令到就係兩地都發展得更加好咧。休息陣，轉頭翻嚟再傾。繼續翻到嚟國色相通，阿 Tom 同埋 Stella，咁我哋頭先都提到就係互聯互通機制底下，其實兩地嘅投資者選擇都更加多啦。咁有咁多唔同嘅產品，咁都可以做一個嘅兩地嘅交流互通連接嘅。咁不過都想請教下 Tom 啦。咁其實嚟緊啊，再下一步會係點樣咧？咁因為即係上年其實都出咗一個即係白皮書，有講到10週年嘅一個回顧喎。咁兩地嘅金融市場而家已經係連接緊㗎啦。咁再下一步，究竟我哋係去要揾各地金融市場嘅一個特色，從而有一個差異化嘅發展，跟住再有一個嘅聯乘效應，或者係點樣發揮到一個協同作用啊？係咪咁樣做咧？嗱，我或者咁樣講先。首先第一咧，就應該先要我哋從頭去再睇一睇，就係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點解我哋可以即係去維持，或者我哋憑咩嘢去維持國際金融中心呢個地位咧？咁樣。咁首先第一樣嘢就係我哋睇翻咧，就係我哋本身咧背靠祖國，面向國際。咁好啦，咁呢一個嘅係我哋一個好特別嘅一個嘅優勢嚟嘅。俾到我哋咧係有好大嘅機會咧，喺吸引到海外嘅投資者。點解咁講咧？因為嗱，全世界都知道，其實全地球最大嘅一個嘅呢個投資嘅一個目的嘅地方嘅標的地方咧係美國。但係呢個內地咧，中國大陸咧，絕對亦都係咧，可能係僅次於美國嘅一個嘅國際商貿嘅一個嘅絕大商機嘅地方嚟。咁所以如果咁樣嘅話咧，無論係歐美又好，或者中東又好，或者東南亞國家又好，咁其實當如果佢哋係想去投資喺大陸嘅時候，或者喺大陸嗰度睇睇有啲咩商機嘅時候咧，咁其實嚟講咧，香港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嘅橋梁，
或者一個平台。點解咧？就係頭先所講啦，因為香港你作為一個嘅國際金融中心咧，你具備咗頭先所講幾個嘅先決條件，法律啊、資本自由出入啊、呢個語言啊等等。咁好啦，稅制啊等等。咁好啦，咁喺咁嘅情況嘅時候咧，你雖然新加坡同香港好似相若，但係咧，因為始終嚟講就係我哋香港本身嚟講就係有祖國嗰個嘅呢個背書咧。咁其實嚟講就係呢啲海外嘅投資者順理成章係一定係揀咗香港先嘅。咁所以亦都解釋咗就點解咧？就係而家離岸人民幣呢個資金池咧，有大概80%係喺香港。咁呢個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嘅戰略意義嚟嘅。咁好啦，咁所以如果香港作為有呢一個咁樣嘅身份地位，而係繼續落去嘅時候咧，咁其實就係我哋係可以吸引多啲即係呢個海外嘅投資者。咁所以咧，其實另外一樣嘢就係香港政府其實喺近年咧係即係大力咁樣咧係去呢個提高即係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嗰個嘅地位。譬如話即係競爭力啊，包括咗譬如話呢個家辦另外包括咗譬如話呢個 LPF 等等。咁呢幾方面咧同埋即係最近嚟講就係頒布咗呢一個嘅穩定幣嘅條例啦。咁好啦。咁呢個方方面面咧，其實咧就係你睇得到就係香港咧，其實咧就係話咧係好積極，亦都好進取，但係亦都會係好謹慎，即係話咧喺穩步中咧去平衡風險，係睇點樣謀發展嘅。咁喺呢一個嘅大嘅方向之下咧，咁其實咧就係睇得到就係香港係按部就班咧，係睇下點樣可以咧係同呢個中央政府內地嗰方面嚟講咧，就係有一個緊密嘅聯合。同埋聯繫咧，就係點樣係去開拓呢啲嘅呢個嘅市場。咁所以希望一樣嘅就係咧，如果海外投資者有見到香港而家咁樣嘅優勢嘅時候咧，就可以就透過香港再去投資翻喺大陸嗰方面。其實整體成個配套方面咧，你會覺得就話係家族辦公室配合翻香港呢一個金融制度，係咪即係真係能夠搶翻喺新加坡嘅生意咧？因為之前好多人都講就話係，喂好多嘅家辦唔揀香港啊，去晒新加坡啊，咁而家係陸續翻嚟，咁嗰個嘅速度係咪會快啲，或者真係即係搶翻晒都要翻嚟咧？首先第一樣嘢就係香港有冇一個配套可以吸引到？即係呢啲嘅投資者，包括咗頭先所講嘅家辦咁樣。咁嗱無可厚非，即係新加坡咧，其實做家辦咧，其實佢哋做得比較上即係早嘅。咁好啦，咁但係你話喺近年嚟講咧，當呢個香港政府大力咁樣咧去推動呢個家辦嘅咁嘅時候咧，咁其實亦都真係有唔少嘅家族辦公室咧，或者國際嘅家族辦公室咧係移到嚟香港呢邊落地嘅。咁呢個亦都係事實嚟嘅。咁我覺得就係咧，因為始終嚟講就係睇翻佢哋係即係因為其實佢哋都算係一個投資者嚟啫嘛。咁喺呢個角度嚟講，佢都會睇翻就係話咧，佢未來嚟講，佢主要嗰個市場，佢面向嗰個係邊度？如果佢面向個市場都係中國大陸嘅話咧，咁我覺得佢走嚟香港係有佢嘅道理嘅。因為嗱，如果你話喺嗰個稅啊或者門檻方面咧，我覺得香港同埋新加坡可以即係各有千秋嘅。咁但係咧，如果你話喂嗰個家辦本身未來嚟講，佢嗰個佢覺得即係落地嘅時候個配套，香港又俾得到佢嘅，而佢將來個投資嗰個標的，原來都唔少部分喺內地嘅話咧，咁其實佢落地香港嘅機會就會大咯。不過亦都見到啦，其實就係喺中國整個金融市場當中咧，各自嘅一啲地區國際金融中心又好，或者係即係唔同嘅定位咧，都係好明確有一個嘅分工嘅。不過頭先咧 Stella 一講到速度咧，我就想問下 Tom 啦。其實頭先聽到就話內地嘅金融監管都係就係以風險行先，咁希望即係風險可控啦。但係係咪亦都係喺風險可控嘅呢個大前提底下，見到佢哋都繼續係一個加速開放嘅步伐咧？呢個真係嘅。其實我睇得到一樣嘢就係咧嗱，我亦都即係好感恩一樣嘢咧，就係話咧係內地佢嗰個嘅政策本身嚟講咧，其實佢係好由呢一個中央主導式嘅，咁所以咧佢哋其實咧係好貼住咧係無論喺風險，當然風險係佢哋優先要考慮嘅因素，而另外一樣嘢佢都會睇得到咧，就話咧喺內地佢會到適當嘅時候咧，佢要做調節嘅，譬如你話早前嘅呢個稅收等等嘅好。佢會即刻適當咁樣咧，係去做一啲調整嘅。咁好啦，咁所以睇得到呢個即係所謂中央導向式嘅呢個嘅監管咧。咁我哋都睇到一樣嘢就係話咧，其實佢係貼地嘅。
咁好啦，咁其實亦都咁樣講，香港其實亦都係即係借助於，亦都係即係受益於咧，即係呢一個嘅中央呢個導向式呢個政策，就變咗嚟講咧，我哋其實會係會獲得即係一個一定嘅紅利嘅。嗱，其實見到咧就話係頭先講就話，為好多即係中央能夠即係好主導式咧，就係邊啲係可控啊，邊啲有風險實咧，就即刻點樣去避過。咁去到而家嚟緊啦，譬如有頭先都講係話，因為香港又推出呢個嘅穩定幣啊咁，其實整體成個金融咧，好似我哋都香港就不停咁去接國際嗰個嘅方向啦，咁其實內地好似都貼得好緊要喎，即係譬如佢見到就係內地都會做一個嘅數字人民幣，喺早幾年前已經去做，咁其實佢哋嗰個嘅模式諗住又點樣同香港可以大家去配合到呢一方面呢？其實我會用另一個角度睇，譬如頭先 Stella 你提到一個呢個課題咧，其實都係最近呢一年嚟咧比較上即係熱鬧咁樣講嘅話題，就係講緊穩定幣。好啦，咁其實咧，因為睇到一樣嘢就係咧，呢個穩定幣咧，其實係唔係話單單話講緊係一個嘅可能支付嘅一個媒介咁簡單咧，反而你睇到另一樣嘢，可能係更加高層次，係講緊咧國際之間嘅一個貨幣嘅一個嘅博弈啊。咁好啦，咁譬如如果你話而家譬如美國現任嘅政府，佢哋本身嚟講大力咁去推動呢一個嘅虛擬貨幣。跟住咧去呢個講呢個穩定幣，咁其實你睇得到咧，就話佢係即係由開頭唔理，到而家係主動攞翻個控制權，去譬如去管呢個 USDT。好啦，咁呢個咧其實係有一個説法，就話佢哋係點樣係去希望咧係去一路咧仲係確保住咧美元嗰個全球嘅霸權嗰個地位。咁而中國啲睇到一樣嘢就係咧，其實係即係點樣可以唔再受制於呢一個咁樣嘅政治壓力、政治嘅氛圍啦，咁我諗所以佢必須要就話咧，先嗱第一電子人民幣電子化咧，呢個係一個大勢所趨。好啦，咁另一樣嘢就係咧，點樣係可以去抗衡又好、平衡又好，而家美國行緊嗰套虛擬資產嗰個嘅方向，或者呢個有關 Web3啊呢個方向嘅時候咧，其實係中國本身嚟講咧，其實係冇任何嘅遲疑嘅。咁好啦，咁但係因為咧。佢亦都會擔心就係話咧，虛擬貨幣呢樣嘢要小心，唔好變成咗一個泡沫。咁所以咧，其實喺內地大家都知就係話咧，係內地係唔容許虛擬貨幣嘅交易嘅。但係咧點解話喂佢會俾香港？其實我會話咧，佢俾香港作為一個試驗場。咁好啦，咁所以喺呢一個嘅試驗場咧，其實係即係差唔多好似香港做一個沙盒。咁好啦，然後透過呢個沙盒咧，可以去睇住就係香港點樣有呢樣嘢嘅時候，海外嘅投資者或者海外嘅參與者，佢哋係用咩態度咧？係渾水摸魚啊，淨係即係話諗住啊，趁住呢個有咁嘅泡沫炒一波上去啊，揾個一個嘅所謂熱鬧鬧、熱烘烘嘅話題。好啦，咁定係話喂，其實都真係有一啲真心想喺呢方面發展嘅。咁好啦，咁所以咧，其實咧。中央嗰邊都係睇住香港，如果作為呢個試驗場嘅時候，喺呢方面咧，究竟即係有啲咩嘢可以之後優化佢啊？有需要可以嘅時候加速佢咁樣。咁所以嗱，譬如係由早2-3年嘅時候開始，譬如香港呢個發呢個所謂7號牌虛擬貨幣嘅交易平台咁樣。好啦，咁其實咧就係嗱，到而家的而且確就係暫時未有人真係賺錢嘅，因為咧你始終嚟講由零開始啦。咁但係咧，其實就睇到一樣嘢就係有實力嘅留低，冇實力嘅咧，可能你撤退，或者冇實力嗰啲咧，直頭就係牌都唔申請啦，放棄。好啦，咁但係咧，慢慢咧就係佢係希望按部就班咁樣。咁所以呢一樣嘢咧，就係睇到中央嗰個態度咧，就係佢係貼住成個國際情況。相信嚟緊咧就係金融市場咧繼續都會有好多嘅活力嘅，咁因為我哋見到啦，就係正如阿 Tom 所講啊，其實適時嘅一啲放寬限制咧，或者係一啲調節，對於金融市場嘅穩定發展咧都相當重要啊！今日再一次多謝 Stella，亦都多謝晒阿 Tom，多謝兩位。多謝。